客家电视台曾经拍过方子作家的《来去花莲港》的这个原著小说改编的，叫做《千金花开》。那方子姐曾经说过，其实女性最大的移动就是结婚。其实结婚这件事情对女性来说，其实是从自己原生的家庭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她必须去熟悉、去适应、去面对。其实她可能应该说是一个她不可控制或她未知的一个未来的她的后半生。那今年其实很多的作品跟自己的妈妈、阿婆，就是女性的这个议题很有相关。其实今年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啊，我很多篇我其实看了我都眼眶都红了。其实我会觉得说，身为客家的女性其实很辛苦。那为什么女性会必须面临这样的一个命运？这好像自古以来，我觉得不是客家女性，应该是说所有的女性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命运。我觉得其实还蛮，就有时候看起来还蛮心酸的。那其实我最想要了解的，其实我看这篇作品，我其实真的看了2遍跟3遍，我每看一遍我都还是觉得心情很沉重。我想要邀请詹怡珍，就是她的这篇作品，她妈妈来台湾，在登记户口名簿的时候，还想把印尼2个字搓掉。这其实是一个多么的，就是这是她妈妈的心情。我们现在看这个文字，大概可以理解，可是可能她妈妈自己最当下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女性的婚姻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那现在的年轻人，大家就自由恋爱啊，什么就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但大时代的那个环境下，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家庭，为了改善贫穷的环境，她必须嫁给一个她其实也没有见过面，她也没有感情基础的，但就是为了改善自己家庭的人。所以女性有时候的牺牲，就是其实她可以念书，她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利，但为了家她必须牺牲。然后这一次很多作品里面都看到这样的故事哦，其实还蛮真的心情算沉重啊。就是我觉得我看了就觉得很不开心了，这样。就是以作为自己是女性这样的身份，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我们的2017年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很难想象哦，原来早期你阿婆的那个年代，甚至你阿台那个年代的你的阿婆、你的婆台，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他的这个人生在那个时候就一个转折。那我现在先欢迎詹怡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故事。大家好。首先我是参加散文类，那参加这一个奖首先要先谢谢我女儿的课语老师，因为其实在知道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点点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好66年次，那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参加，然后我看到其实我有点不甘心，我说40岁就说我 out，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其实。真的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我就觉得，那我今年应该要写。其实我以前都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那刚好我女儿她学客语，所以我就问了她客语的老师说，那你觉得我的故事 OK 吗？就客语老师听到我的整个历程，那她的客语老师是戴佑珠老师，那她之前在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有非常多关于印尼华侨的第2代。然后的一些研究，他就说，哇，你的故事写出来一定很难得。他说，因为现在印尼华侨的第2代都非常的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是从印尼来的。那就是因为从这一个开始，我就是突然就想到，那为什么印尼华侨会有这样子对自己身份认同这么的卑微？那后来我就因为这个故事，我就慢慢的去回想，我的妈妈其实她从很久以前，从我小时候，因为我从小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所以我对于我妈妈常常的说谎，我没有办法理解。我就觉得，为什么妈妈你印尼来的没有怎么样啊？印尼就外国人呢？我说我们是外国人，我觉得很好。那我觉得后来我就是透过这篇文章，我慢慢的理解，原来其实我妈妈一直很卑微的原因是来自于贫穷。那她觉得从梅县然后逃到印尼，再从印尼逃到台湾，那她一直觉得她都是一个难民的身份，因为在她从小
一直生长的历程当中，他就是跟贫穷脱离不了关系。那也因为我女儿课语老师的鼓励，我就觉得也想要跟妈妈更多的联系。那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原本设定是想参加小说类，那但是因为我妈妈她一直就是在大陆，然后没有回来，我就没有办法。虽然这些故事我全部从小到大至少听超过100遍，但是都一直左耳进右耳出，而且有时候都会觉得你好像有点夸大。那后来到我真的要写这篇文章，我去采访他，才发现哇，原来他把日期都记得非常的详细，甚至连他逃到台湾来，然后他可以念北一女，然后他是几年几月，49年9月9号，他都念得出来。然后我再去查，那当时的校长的名字都跟他都吻合。后来我是到今年40岁，我才开始渐渐的相信我妈妈说的是真的。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听到的都觉得你有点夸张，那再加上我妈妈来台湾，因为贫穷的关系，所以她嫁给我的爸爸。那我的爸爸长她20多岁，那是一个老兵。那他以前在讲的时候，都会一直觉得媒妁之言，以前那个年代很能理解。那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妈在跟我说这一个故事，我开始去了解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她有非常多的不愿意。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因为爸爸还在，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有那么多的委屈。那后来透过这个书写，我就一直鼓励他说：“妈妈，你要写仔细哦，因为呢，你要讲仔细一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感动别人。因为你要先感动我。”那以前小时候只觉得妈妈很夸大，那后来在书写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她是这么的不愿意，原来嫁一个人是这么的困难。我妈妈说，她当时躲在工厂不敢回来，是因为她知道我爸爸要去提亲。然后我外婆把我妈妈从工厂叫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我妈妈当下才知道原来她要嫁给我爸爸，所以她是躲在厕所哭了1个小时，然后非常的不甘愿。然后我的外婆是说，这个人对我们家很好，那他会给我们很多补给品，然后人家肯娶你就已经很棒了。然后我妈妈就穿着拖鞋，然后非常不愿意的去就是接受了这个戒指。那后来也没有很顺利的结婚，因为我妈妈就一直逃避。那一直到后来，我爸爸就是有点类似半恐吓的方式说，如果你不结婚，那聘金赔10倍就可以取消。那后来因为真的就是贫穷的关系，我妈妈就嫁给了我的爸爸。那原本故事到这里都一直觉得说，很理所当然。后来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的地方是在于，既然她是这么的不愿意，假设如果以我是这么的不愿意嫁给这个人，老实说，我应该婚姻都不会经营得很好。那后来我妈妈结婚，过了6年才陆续生小孩，才发现原来她是抗拒了6年，都跟我爸爸在床的中间放了一杯水，然后6年之后，她终于妥协了，那才知道说，原来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挣扎。那也再加上我妈妈她对于自从我们出生了之后，她就完全转变了角色，就完全投入在教育我们。然后虽然她一直以来她非常的不认同她的印尼的身份，因为在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的身份证是可以手写的，所以那个背面那个出生地其实用戳的应该是可以戳得掉。那我妈妈以前甚至连我18岁之后跟我妈妈去选举的时候，都会发现我妈妈拿着身份证的时候拿很紧，然后一直到那个人要盖章的时候，她才会放手。那我当下都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很不理解，觉得你太夸张了。对，然后后来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开始对母亲的一些情感开始我觉得这个后生文学奖非常的有它的价值，就是其实就像我女儿她课语老师戴耀珠老师告诉我说，其实是一个跟母亲的和解，跟你这一个身份的和解，甚至这个文章写出来对你妈妈是一个释怀。那其实我当时她鼓励我，就是我听到原来除了奖金之外，对妈妈是一个她终于可以做一个释放的动作，我就觉得那我很需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那就是让我的小孩知道，原来我们客家人的身份是
这样的不容易。那当然，就是关于客语这一个部分，就是另外一个要谢谢的就是我的先生。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一篇文章一开始写说小一要学母语，那其实我嫁给的是一个闽南人。那小一要学母语，其实我先生他二话不说，他就说，我说，那母语要填什么？要打勾，闽南语还是客语？那我先生他完全没有犹豫，就说，当然学客家话，客家话那么难。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先生他对于我们身份，甚至连我客家人的身份，他非常的认同，所以，我上台也是要给其他都还不会说客家话的一些后生，欣赏你一些鼓励，就是也许你们在未来创作的过程当中，当你们没有办法写的时候，其实你们的长辈是一个很好的题材。那也谢谢主办单位，然后给我们这个机会，好，谢谢大家。